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星月兒啊，好耐冇發遊戲嘅視頻啦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隻新遊戲叫做奇幻生活 I， 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將開始。剛開始就梗係讀翻個名啦。揀個符合少少自己心目中嘅類型再更改，比較喜歡可愛少少髮型顏色。而家係用緊大紅頭色，我中意蜜桃色，髮型都 OK，我揀眼睛啦。眼睛嘅顏色的確一個，眉毛嘅高低可以自己調校嘅。如果鼻哥想顯眼少少咧，就要睇側邊。嘴巴要個貓嘴，耳仔尖尖嘅，腮紅都冇問題。出打下嗰啲就係女仔聲。跑個開場故事，不思議嘅世界奇幻鄉啊！奇幻生活咧原本就係一隻職業比較多嘅遊戲嚟嘅，咁啊基本上到最後你都會所有職業都去做一次，將佢升到最高。嗱，準備好冒險未？今集嘅奇幻生活咧，除咗可以喺電腦度玩得到啦，咁亦都可以喺任天堂嘅遊戲機啦、Sony 嘅遊戲機啦，亦都可以玩得到嘅。咁就屬於多平台嘅遊戲嚟嘅，咁亦都會接受呢個跨平台嘅聯機啦，同埋跨平台嘅 save 嘅，咁就比以前方便得多啦。咁風格一如既往咧，屬於可愛型嘅公仔。呢個應該就係考古學家啦。有隻好可愛嘅雀仔，呢隻雀仔叫提普。首先，每一個人都同佢講一次嘢先。
完成晒對話之後咧，就調查化石，咁啊故事就會繼續行噶啦。睇嚟呢個化石都唔係一般嘅化石啊！突然之間起霧喎。睇嚟係一座無人島啊！大発見だ。睇嚟個島個名就係我哋自己去改啦。咁啊，改返個島嘅名啦。OK， 咁就叫月下之夢島啦。さて、ふむ。一條大飛龍襲擊啊！呢條飛龍睇落去比隻船更加大，都唔使開炮啦，正常砸落嚟我個船都可以反㗎噃。呢
嘅傳說中嘅活化石啊！素晴らしい。成日體型都相差咁遠啊，完全係以卵擊石嘅打法啦。突然之間識講嘢。識講嘢係因為個頭盔啊！
硬物壞咗都係打一打就可以好翻㗎啦。要推動劇情咧，就要行去個驚嘆號嘅地方啊！奇幻生活入邊咧，本身啲怪咧都好可愛，就算連 boss 怪咧，好多望落去都好可愛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呢一位少女咧叫做雷姆，佢隔離嗰隻迷你龍咧就叫做古老姆。おこんなお話をしていますか？えなにいやいやすみません。おなあ開放道具背包啦，咁就可以將藥水登錄到快捷鍵啦。咁奇幻生活咧，中途你都會見到咧有好多可以執嘅嘢，不論係蛋啊、啲草啊、啲花啊，咁其實見到全部都要執，因為遲下你整武器啊，或者可能整藥材咧，就會需要到用到呢啲材料噶啦。遠攻。咁啊，繼續向驚嘆號出發啦！
我揾到化石恐龍啦。而家就係揾國王啦。咁有啲士兵個樣個個都長到好潦草咁樣。區一個國王坐嘅地方，連瓦遮頭都冇，日曬雨淋噶咯喎。いや。何？お兄様。何？呢一位雷舞嘅少女應該就係公主啦。そうだな。乜嘢係冷冷怪咧？哦，無業遊民就係冷冷怪，咁即係講緊我個角色啦，因為本身我角色有職業㗎嘛。咁首先就要去轉職先啦。咁啊，翻返頭先嗰條村啊，一開頭見到嗰條村叫時音村啊。咁就首先喺職業工會度轉職啦。よく来たね。咁奇幻生活入邊咧，基本上職業分三大類啦。咁一個就屬於攻擊類嘅，王國士兵啊、傭兵、獵人、法師呢啲都屬於攻擊系嘅職業。咁啊，下低綠色呢啲咧就屬於採集系嘅。咁另外呢個就係屬於製造系。咁啊，啱啱開始轉第一個職業就揀攻擊系先啦。
咁啊攞咗執照就送埋我法師初期嘅裝備。咁就啱轉職就要去揾職業大師，每一個職業咧都有屬於佢自己嘅職業大師嘅。咁就首先分劇情去揾咗職業大師先。我法師嘅職業大師係隻貓貓嚟嘅噃。ああん咁啊，首先要揾佢個徒弟布拉多爾一齊去魔法學校學習知識。咁啊，帶埋我個手杖去啊。ま咁魔法た師屬於遠距離嘅職業啦。其實開頭嚟講咧，應該用近距離嘅職業會比較方便啲。不過我自己本身咧就中意一啲遠距離嘅職業，例如魔法師啊、弓箭手。咁但係到最後，全部職業其實都會去轉職一次嘅啦，所以分別都唔太大。揾到啦，佢徒弟。而家就前往呢個皇都嘅魔法學校啊！皇都貝斯特利亞。魔法師都係可以用到唔同屬性嘅一個職業嚟嘅。咁我睇佢呢度嘅介紹就應該火、水、風、大地、光同暗都有啦。而家就叫我返去揾奧茲大人啊！聽佢嘅建議咧，咁我哋就要去西南方海岸嗰邊啦。
海岸應該就係我哋初初跌落墜落嗰個位置啦。咁 R 掣咧就可以出呢個叫聚精會神嘅招式，咁就可以降低 SP 嘅消耗量。如果長按 Y 掣咧，咁就可以儲到大招，咁亦都係會消耗 SP 嘅。咁啊，級別提升咗之後咧，咁亦都可以試用其他嘅魔法，例如攻擊、防禦或者回復嘅魔法。啊，嗯，要儲大招咧，應該個距離要比較遠少少。哎呀！咁而家可以翻去報告啦，翻去個程度報告。
咁啊，法師嘅級別就提升啦，提升到心靈手巧嘅級別。咁每一個職業咧都會有呢個輝星可以累積嘅，咁只要累積到一定嘅程度咧，咁你就可以提升職業嘅級別，咁學到新嘅招式同技能。如果想了解多啲咧，呢個輝星需要打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先可以提升咧，咁就可以喺平板電腦嘅任務查詢翻職業嘅試練就可以噶啦。嗯，咁就劇情需要，我哋而家就去揾阿安嬸啦。咁又送咗我呢個新嘅武器啊，咁就轉咗先啦。咁喺奇幻生活入邊咧，佢唔同嘅職業咧都有自己嘅裝備嘅。咁如果你揾到一啲適合嗰個職業嘅裝備咧，咁就可以入嚟呢個面板度更新咗。咁當你咧轉翻呢個職業嘅時候咧，佢都會自動幫你調整翻你嘅裝備。よくやったね。好啦，咁啊升到呢個心靈手巧級別咧，咁就有呢個報酬1000金幣。本身諗住去見國王，咁啊國王已經休息啦，休息就見唔到啦，咁就去旅館休息先啦。話咁快，出邊都天黑啦，咁我哋就去旅館休息一日。咁啊，旅館就主要嘅用途就係將朝頭早變成夜晚啦，或者夜晚變成朝頭早，咁亦都可以回復體力嘅。如果有需要改變時間咧，咁就去旅館就係一個好好嘅方法。因為佢本身嘅遊戲入邊咧有啲怪咧係朝頭早唔會見到，夜晚先會見到。譬如可能幽靈係啦，即係剛才劇情就另計啦。之前玩開遊戲咧，幽靈係基本上都要夜晚先出現嘅。咁可能如果譬如你個職業需要打幽靈，咁但係你而家係屬於朝頭早嘅時間，咁可能你就可以去旅館轉一轉個時間，變成夜晚去揾幽靈打啦。ふむ。なあ。咁啊，替譜係愛德華買落嚟嘅一隻海鷗啦。咁所以對於替譜嚟講，咁愛德華都屬於佢嘅救命恩人，所以佢都好中意愛德華。
よしへへおうよし咁接下落嚟咧就係城堡揾國王啦。咁啊，第一期嘅視頻就暫時到呢度。咁啊，我哋下次再繼續嘅故事流程，同埋睇下幾時可以轉到其他職業，就一次過將啲職業全部轉晒佢。我係星月兒，我哋下次視頻再見。